国当局继续在东突厥散同化和汉化政策，不仅不让使用维吾尔语，还强迫他们吃猪肉。中国当局正通过禁止东突厥散维吾尔人使用维语、强迫吃猪肉的方法消灭他们的传统习俗。一位在南疆支教的汉族教师告诉韩东，从去年5月起，他们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吃猪肉的课程，并给维吾尔学生强制灌输党思想和汉族传统习俗，以取代他们的维族传统文化。校方要求我们在每节课前要对学生进行爱国、政治思想教育。孩子们被迫过传统汉族节日，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因为这些不是清真食品，孩子们吃起来很痛苦。被送往集中营的不可思议的原因增加了一个新的理由。据了解，一些被送往东突厥散集中营的维吾尔人，由于改变了居住地而被送到那里。维吾尔家庭主妇阿依古里图拉洪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阿依古里于2010年搬到东突厥散伊宁市的另一个村庄，因此7年后被带到集中营。尽管阿依古里在官方批准下改变了住所，但这并不妨碍他被送往集中营。在阿依古里拘留期间，中国安全部门还对他展开了调查。该妇女被发现向首人发送了宗教内容文件。通过2年的审查，阿依古里被指控为煽动种族歧视和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处10年徒刑。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特朗普周三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宣扬中国对疫情的假讯息，导致疫情全球蔓延，各国付出惨痛代价。美国将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经援，并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管理不善与隐瞒疫情传播的责任。特朗普指，因世界卫生组织错误的决定导致疫情蔓延全球，而美国每年捐助5亿美元，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资金专注国。中国仅提供世界卫生组织4000万美元资金，仅有美国的1/10，所以特朗普他必须保障美国的纳税人。另一方面，伊朗外长形容这种在疫情当口取消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是一种耻辱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欧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话，强调抗疫透明度与信息共享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国务卿蓬佩欧今天与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了话。国务卿强调，对抗武汉肺炎病毒疫情并防范未来的疫情爆发，需要全面透明和信息分享。双方确认致力于击败武汉病毒疫情，恢复全球的健康与繁荣。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在应对这场武汉病毒疫情危机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显示出某种缺失。他呼吁建立国际卫生新的多边协调体系。勒德里昂周三在法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确实存在应该反省的地方，比如缺乏某种反应、检测、预警、掌握信息、制定标准的能力。不过，勒德里昂也表示，并不因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者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机构职责问题。在荷兰，有54名土耳其公民死于武汉病毒。土耳其驻海牙大使萨班发表声明说，有54名土耳其公民死于武汉肺炎，超过40万土耳其人居住在荷兰。另一方面，在荷兰过去24小时内新增了734例武汉病毒病例，总数达到28153例，新增死亡病例189例。自爆发以来，死亡人数达3134人。